行了吧？行吗？行了吗？可以，行了吗？可以，行了吧？行了吗？19430张。但是还有书籍、米沃什。但是，书籍将会站在书架上，此乃真正的存在。书籍一下子出现，崭新，还有些湿润，像秋天栗子树下闪闪发亮的落果，受到触摸、爱抚，开始长时生存。尽管地平线上有大火，城堡在空中爆破，部落在远征途中，行星在运行，我们永存。书籍说，即使书页被撕扯，或者文字被呼啸的火焰舔光，书籍比我们持久。我们纤弱的体温会和记忆一起冷却、消散、寂灭。我常想象已经没有我的大地，一如既往没有损失，依然是大戏台。女人的时装，挂露珠的丁香花，山谷的歌声。但是书籍将会竖立在书架，有幸诞生，来源于人，也源于崇高与光明。12月11日，让我们以书为舟，开始一场奇幻漂流。